苏安。多节熊灯护法是300多年前出现在西藏佛教里的一个护法，它其实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主要是帮助修行者去除在修行路上的障碍，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进行持修。那在西藏有许多高僧、喇嘛还有寺院都在持修这个法门。我们身为一个普通人，他又是怎么样的能够帮助到我们呢？那我很高兴今天能够请到黄玉珍小姐，她是科契拉祈愿堂小组的工作人员，来和我们分享她持修多节熊灯的一个经验。玉珍你好。苏婉你好。你是怎么样认识多节熊灯的呢？我是通过我的好友，就是介绍我这个多节熊灯护法的持修法门。那么当时呢，他知道我就是面对一些困扰，然后他希望我能够通过这个修持法门之后呢，能够解决我的这些困扰和障碍。那持修了熊灯之后，它怎么样解决你生活上的问题？当时呢，就是因为困扰我的问题呢，我有一个女儿嘛，然后自从她出世之后呢，她是属于天生可能就是比较敏感型体质，那么她就时不时呢，她会可能会感觉到一些负面的干扰。那么当时呢，就是对我来讲，作为母亲的我呢，就是觉得会比较难带。那么她会晚上常常会哭闹啊，是那个也是。那么除了哭闹之外呢，就是晚上也比较不容易睡觉，就是比较难眠，还有就是常生病啊，就是严重的话呢，就是曾经就是入院过2次。那么当时都就是很困扰我，因为孩子还小嘛，常进院的话就是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也这样子的问题呢也困扰我，就是在工作上。所以当时就是我的这位好友就希望说我可以通过多节熊灯护法的修持法门之后呢，能够可以加持我，还有加持我孩子这样子。那持修了之后情况有改变吗？有啊，有好转到，就是慢慢的。刚开始呢是随着需要时间了，这个是需要时间。那么持修了不久之后呢，生病少了，那么他也就是开始比较活泼，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照顾了。就是晚上最重要是才只要能够有好的充足的睡眠。那么之后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睡眠好了之后，他的身体当然也比较健康，对，工作方面也比较顺利。是的，精神比较好的话，当然也能够集中精神。对。那除了女儿呢，她是否有帮助到你身边的一些人？有的，那么是在大概就5个月前，那么是我的妹妹，当时呢我们家人就察觉她有不对劲。刚开始呢，她就是会投诉说她开始有幻听，她会听到就是某某某某的声音在她耳边出现。对我们来说，她是开始有幻想，就是她会一直幻想说某某人对她不好，那么会说公司的员工对她不好，老板对她不好。就是她告诉我们的是说，他觉得就是老板想害他，就是想要陷害他。就是他身边的人，他都觉得说人家对他心怀不轨。是，那么直到严重起来呢，他就开始害怕，他就不能睡觉。那么晚上呢，他在房间睡觉的话呢，其实他要开灯睡。那么我们都察觉可能是问题严重了，我们就开始询问慧仪讲法师，这个事件要怎么样去处理？那么因为不懂得怎么样做，那家里的2个老人家呢，父母也很担心。所以你们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带你的妹妹先去看医生吗？对，我们有这样子做，就是当时呢，就是我的弟弟带他去看这个精神专科，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怎么说？当下我们觉得是小事一桩，那么我们就带他做个测验，就到了这个精神科去做这个，见了那位医生。那么医生见了他之后呢，就是诊断出他是有轻微的这个精神分裂症。之后呢，医生当天也开药给他吃了，就是开了一些对症这个精神分裂症的药给他。那么但是回来之后，我们家人商量了之后呢，就是觉得暂时不让他吃药，因为我们觉得说不晓得吃药之后对他会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也不希望说他吃药了之后就是会长期依赖这个药物，所以我们又在询问桂怡讲法师接下去该怎么做，直到玉怡讲法师我们就是建议说，要不就让他到这个科切拉的祈愿堂，就是当志工开始就是参与佛法事业，那么从中呢来去叫做净化他的那个业障，那么可以希望通过这个做义工、做法会，还有做托马来消除他本身的这个业障。那我们之后再接下去再看怎么样去对症下药。当然我们还是听从医生的建告，就是会以医生所讲的为主。那么之后呢，我们又再去带他去见过第2位医生，要确认是不是180%的那个诊断是对的。那么之后出来的结果也是一样，只是当时医生说我们家人还是坚决的坚持说不让他服药。就是他基本上他的精神状态还不是非常需要依赖药物。对于第2位医生来说他是还暂时可以不吃药，那么我们就选择不让他吃药，就让他一直继续的在这个祈愿堂工作，就是当义工，然后参与所有的那些工作性质。那么就在2个月后，就是很快的，就是通过他参加义工，然后做这些怎么说呢，法会啊、托马，还有种种其他的。那么他的起色很有明显的好转，就是他开始，我们有问他说，你还会听到有幻觉吗？还是会有幻听吗？他说没有了，幻听没有了。那么幻觉他也少了，就是他也开始可以比较打开心房的和身边的人交谈他的那些心里话。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对我们来说，就是那个猜忌心已经没有，不像以前就想说，那个人是不是有心要伤害我？对的，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是的。现在反而他能够更容易的去跟人家沟通、交朋友。对的，是的。所以这个都是护法怎么样的在帮助到你们间接跟直接的。是的，因为都有建议他就是每天要持修这个多杰雄灯护法的心咒，每天要念10圈。那么他也有照做，他也就是有跟从指示，每天就是早晚都会有做他的早课，就是加上多杰雄灯护法的心咒。那么就是在这个2个月之后，其实就有了很明显的那个很大的改善。所以我就加强了我还有我家人的信心，那么我们就没有让他再继续去服食那个药物，但是医生有就是建议说每个月要到诊所去复诊，就是要看他的进展到底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很开心的就是在第2次的诊断过程中呢，医生也觉得说，其实他不需要服食药物，因为他还可以自行的解决他的生活的所有的作息，那么他也可以就是自己工作，也可以驾车，所有种种的原因呢，医生也说，其实他不需要服药。那么我们就是一直在鼓励他，就是继续的要持修这个多杰雄灯护法的心咒。那么我们也在观察，我们也在照顾他，希望说他能直到康复为止。因为在这个怎么说呢，精神分裂症呢，其实讲，sorry。所以其实你妹妹的情况也让你觉得很困扰、很担心，一直到有了这个护法之后，然后让你有这个管道，让妹妹去做一些灵修方面的治疗，让她找到了一个不能说是解决，但是至少
另外一种管道去帮助他，把他的这些心理上的问题解决。所以对你来讲，其实是很安慰的一件事情。是的，因为从来没想过说这样子家里会有一位自己的亲人会出现有这样子的病症。那么况且他还很年轻，他才20出岁。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会尝试不同的管道，然后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他。然后其实很庆幸就是有这样子的机缘，能够接触到多杰熊灯护法。那么对我来说，它的进展其实是很神速、很快的。那么当然，我也希望通过就是可以以这样子的见证，就是去让别人了解到，其实如果说家人有不管任何大小事情的发生，那些负面的、好的、不好的，其实我们还是要去面对。在这时代下，其实有护法的帮助，其实是我们在个人修行上，或者是不管是心灵上，其实我们都很需要它。我们也必须的就是需要依靠护法。那其实这个护法也有一点争议哦，对你来讲有什么影响吗？我也看过说很多就是负面的，很多人也说这护法是怎样是不好的，是邪灵啊、妖魔啊之类的。但是我也有到网上去看过，也开始就是多了解多杰熊灯护法是何方神圣。那么当然并不是外界所讲的那样，我也知道他是一位文殊菩萨的化身。那么事实上外界所讲的和我个人所经历的其实是两回事。所以我是不会去相信外界所讲的那样，我只会就是坚守我的这个持修法门。那么我希望利益到我家人，然后我也可以利益到其他人。好，谢谢玉珍你的分享。那从玉珍的故事，尤其是她妹妹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多杰熊灯它帮助我们，其实并不是只是财务上面、健康方面，甚至是学佛法。比方说玉珍的妹妹，她从来都没有学佛法，可是就是因为她身体健康有问题，通过了姐姐来到了佛法中心，开始了她的修行，那她的问题也逐渐的被解决。所以多杰熊灯帮助人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只要对他有信念的话，问题总是能够解决的。谢谢你玉珍今天来到这里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谢谢舒婉。